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峰。今天从朋友那里拿回来一条小睾王啊，这条是黄金虎斑犬。现在我就把这条小狗放上去，看一下这条小狗有什么特别啊。来，初来乍到的啊，这条黑色的叫做地头蛇啊，看看它会不会胆怯。来了。啊，我朋友这条虎斑啊，他说在他家里啊，我没有拿回来之前啊，它是最凶的啊，大家千万不要看小这条小的，黑色这条打架也是很凶的。一般初来乍到的小狗啊，看见大狗它都会很害怕的。看看这条看见大狗会怎么样？过来，不要鸟它啊，看到没有？如果胆量小的小狗啊，看见大狗啊，它会拉着尾巴的啊。但是这条初来乍到的虎斑啊，看见这么大的狗都不害怕的啊。这一种就是纯种的中华田园犬金虎斑，而且还是黑舌头的这种黄金虎斑犬，真的是很稀有的。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